呢個係一個再平常不過嘅清晨，天啱啱徐徐光，窗外嘅晨光仲帶住幾分清冷嘅霧氣，成個城市依然沉浸喺未醒嘅寂靜之中。我好似平時咁披上一件薄外套，輕手輕腳咁行入洗手間，打開水喉，隔起一出凍水，潑落塊面度，冰涼嘅觸感瞬間驅散咗剩低嘅睡意。當我攞起毛巾抹乾塊面，抬起頭，不經意間同鏡入面嘅自己四目交投嗰陣，我突然呆咗。鏡入面嗰個人眼神雖然依然溫和，但眼角深深嘅魚尾紋已經好似刀刻咁清晰。原本淨係喺鬢角隱約見到嘅白髮，唔知幾時已經悄悄蔓延，好似秋霜咁覆蓋咗半個頭頂。我行埋啲，仔細咁端詳住呢張熟悉又陌生嘅面孔，嗰啲鬆弛嘅皮膚，微微下垂嘅嘴角，無一唔喺度默默咁訴說住時間嘅無情同歲月嘅滄桑。嗰一刻，一個無比清晰但又令人有啲恍惚嘅念頭擊中咗我。原來我已經60歲啦。60歲，古人叫花甲之年，亦都係一個甲子輪迴嘅圓滿。喺年輕時嘅認知入面，60歲係一個極其遙遠嘅數字，代表住步履蹣跚，代表住垂垂老矣。我總係覺得自己仲係嗰個為咗生活喺風雨中奔波，為咗夢想咬緊牙關死撐嘅中年人。心入面嗰股衝勁似乎從來冇衰退過，但係身體嘅疲憊同歲月嘅痕跡，卻用最真實嘅方式提醒我，人生嘅下半場已經不由分說咁拉開咗帷幕。企喺呢度時間嘅分水嶺上，我忍唔住開始回望自己行過嘅大半生。呢60年嚟，我似乎一直都喺度做一件事，就係加法。20幾歲時踏入社會，搏命咁將經驗人脈加落自己張履歷度，渴望喺呢個世界上到自己嘅立足之地。30幾歲時成家立室，膊頭上加多咗樓按車會，加多咗為人父母嘅沉重責任。40幾歲到50幾歲，更加好似一個永遠停唔落嚟嘅陀螺。為咗俾仔女讀好啲嘅學校，為咗令屋企人過上更體面嘅生活，為咗喺親戚朋友面前有一份見得人嘅面子，我不斷咁將各種擔子向自己膊頭上面擔。我總係以為擁有得越多，人就越幸福。於是我將自己嘅時間塞得滿滿當當，將心入面裝滿咗對未來嘅焦慮，對仔女嘅期盼，對人際關係嘅周旋，甚至對過去種種遺憾嘅意難平。我好似一隻拉住沉重木頭車嘅老黃牛，淨係顧住耷低頭拉車，咬緊牙關，一刻都唔敢停低。不過當我真正跨過咗60歲嘅門檻，當生活嘅節奏終於因為退休或者年紀大咗而被迫慢落嚟嗰陣，我反而冇感受到預期中嘅輕鬆同滿足，反而感受到一種深深嘅疲憊，嗰種係由骨子裏透出嚟，靈魂深處嘅疲憊。我開始反思，難道人生嘅後半程仲要繼續咁樣孭住沉重嘅包袱，行得咁辛苦咁行落去咩？呢幾年我越來越認同傳統文化入面關於元氣同能量守恆嘅講法。人嘅生命力就好似一個蓄水池，年輕嗰陣水源豐沛，我哋點樣揮霍，點樣向外倒水，似乎都可以好快補滿。但係到咗60歲，生命嘅源泉開始減慢，我哋嘅精氣神，我哋嘅體力同心力都變成咗極之寶貴而且有限嘅資源。如果我哋依然好似前半生咁，將能量無休止咁消耗喺無謂嘅煩惱、執念同外界嘅紛擾上面，咁我哋嘅生命之水好快就會乾涸。人到60，最大嘅清醒就係意識到生命嘅重心必須發生轉移。
前半生我哋向外索求，用加法去建立同呢個世界嘅聯繫；而後半生我哋必須學識向內安頓，用減法嚟還原生命最原本嘅模樣。莊子講過：大快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奸我以老，息我以死。老去本來應該係生命俾我哋嘅一種恩賜，係為咗令我哋從半生嘅勞碌中解脫出嚟，去享受一份寧靜同清閒。但前提係我哋要識得主動卸低嗰啲唔屬於呢個階段嘅重擔。睇透咗呢一層，我終於明白，想喺60歲之後將日子越過越好，甚至越過越有福氣。關鍵唔在於我哋仲可以去爭取啲乜，而在於我哋能夠放低啲乜。人生就好似一隻航行喺海上嘅船，前半生我哋不斷咁將貨物裝上船，盼望住滿載而歸。但到咗後半生，如果遇到風浪或者船體開始老化，想安穩咁駛向彼岸，唯一嘅辦法就係拋棄嗰啲唔必要嘅寵物，輕裝上陣。經過呢段時間嘅沉澱同叩問，我為自己嘅餘生定咗一個規矩。我同自己講，過咗60歲，必須盡早徹底咁放低呢4樣嘢。只有將呢4樣嘢從生命入面斷捨離，將心底嘅空間騰出嚟，真正嘅寧靜同幸福先至住得入嚟。第一樣需要放低嘅就係我哋呢啲做父母嘅最難割捨嘅一份牽絆對仔女嘅過度操心。俗語有話：可憐天下父母心。由細路呱呱落地嗰一刻開始，我哋個心就好似被一條睇唔見嘅線死死咁拴住喺佢哋身上。細個驚佢哋跌親撞親，返學驚佢哋成績唔好，畢業愁佢哋批唔到份好工，做嘢之後又開始操心佢哋嘅婚姻大事，等佢哋好唔容易成家立室，生咗下一代，我哋又自告奮勇咁頂上，繼續為孫仔孫女嘅衣食住行、教育問題費盡心思。諗返我啱啱踏入60歲嗰幾年，都係典型嘅老母雞心態。我總係覺得仔女喺我眼中永遠都係個大唔透嘅細路，無論佢哋係咪已經30幾歲，係咪已經喺社會上獨當一面，我都覺得佢哋涉世未深，唔識得照顧自己。嗰陣時我嘅日常狀態係點樣呢？我會一日打幾個電話，淨係為咗問一句：今日食咗乜？天氣凍咗，有冇著多件衫？知道仔女工作上遇到挫折，想轉工，我急到幾晚都瞓唔着，滿腦子都係幫佢哋分析利弊，甚至忍唔住打電話過去，長篇大論咁說教，試圖用我嗰套求穩嘅職場經驗去干預佢哋嘅決定。後來有咗孫，睇住後生仔嗰套放養式嘅湊仔方法，我更加係急到扎扎跳，總係覺得佢哋比細路住得少，餵得唔啱，規矩冇立好，忍唔住就要插手管教。我以為呢啲係我對佢哋深沉嘅愛，我將自己成個心都攞晒出嚟，將所有嘅時間同精力都傾注喺佢哋身上，甚至放棄咗自己嘅社交同休閒。但係換嚟嘅係乜嘢呢？換嚟嘅係仔女越來越唔耐煩嘅語氣，係電話嗰頭敷衍嘅知啦，我好忙先收線啊，係家庭聚餐時因為湊仔觀念唔同而引發嘅激烈爭吵，更加係我自己日益憔悴嘅面容，同埋因為長期焦慮生悶氣而亮起紅燈嘅身體。我曾經覺得無比委屈，經常喺夜深人靜嗰陣對住老伴抱怨，我呢啲都係為咗佢哋好啫嘛，我連心都操碎埋，佢哋點解就咁唔識好抵？直到有一次，因為孫仔感冒嘅事，我又同仔女爆發咗一次冷戰，連續好幾日，屋企嘅氣氛降到冰點。嗰日下午，我獨自一人去公園散步，見到一對年輕嘅父母喺度教緊個女踩單車，個女跌低咗，
嗰對父母冇立刻衝上去扶佢起身，而係企喺幾步之外，鼓勵佢自己企起身。個女拍拍膝頭哥啲泥，雖然眼眶入面含住淚水，但依然自己跨上車座，搖搖晃晃咁繼續向前踩。嗰一幕好似一記重錘，猛咁敲醒咗我。我突然意識到，我所謂嘅為你好，其實係一種越咗界嘅干涉，係一種打住愛嘅旗號嘅控制。時代已經變咗，社會嘅運轉規則，後生仔嘅生活方式，乃至整個世界嘅價值觀，都已經同我哋年輕時大相徑庭。我哋手上面攞住嘅係一張幾十年前嘅舊地圖，我哋憑乜嘢認為可以用呢張舊地圖去指導仔女探索佢哋今日嘅新大陸呢？我哋所謂嘅寶貴經驗，喺佢哋瞬息萬變嘅生活入面，可能一早就變成咗不合時宜嘅負累。更重要嘅係，我忽略咗兩代人之間必須存在嘅邊界感。仔女成年之後就係一個獨立嘅個體，佢哋有權利去選擇自己嘅人生道路，有權利去體驗屬於佢哋嘅成功，亦有權利去承受佢哋必須面對嘅挫折同失敗。唔經歷風雨，佢哋永遠長唔出強壯嘅翅膀。我哋總係試圖幫佢哋遮風擋雨，幫佢哋將條路鋪得平平坦坦，其實係剝奪緊佢哋成長嘅機會。呢種越界嘅愛就好似一條勒得太緊嘅繩，唔單止令仔女感到窒息同束縛，亦將自己勒得鮮血淋漓。一場雙方都喺度受罪嘅拉鋸戰，邊度有幸福可言？古人有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呢句說話，年輕時聽，淨係覺得係句推脫之詞。到咗60歲，再細味，先至驚覺呢個係無比深邃嘅人生智慧。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因果，亦有自己嘅福報。做父母嘅責任係有期限嘅，我哋將佢哋帶嚟呢個世界，撫養佢哋長大成人，我哋嘅核心任務就已經完成咗。接下來嘅路方向盤必須交還返去佢哋自己手裏。諗通咗呢一點，我決定作出改變，狠下心嚟剪斷呢條精神上嘅臍帶。過程當然係痛苦嘅。一開始見到佢哋叫外賣，唔自己煮飯，我說話去到嘴邊，硬生生咁吞返落肚。聽到佢哋抱怨工作嘅壓力，我唔再好似個軍師咁俾出長篇大論嘅指導，而係僅僅作為一個傾聽者，拍拍佢哋嘅膊頭講：無論你哋做咩決定，只要諗清楚咗，我哋都支持。至於孫輩嘅教育，我更加係立下規矩，只係喺佢哋需要幫手湊嗰陣幫黑手，絕不干涉佢哋嘅教養方式。我將原本傾注喺仔女身上嘅目光強行收咗返嚟，轉向咗自己同老伴。我哋開始重新規劃自己嘅生活，去行街市，買我哋自己鍾意食嘅去報名。長者中心學一直想學嘅書法，週末嘅時候，兩個人就買張高鐵飛去周邊嘅城市走走睇睇。奇妙嘅事情發生咗。當我唔再死死盯住仔女嘅生活，唔再成日好似個警報器咁喺佢哋耳邊嗰陣，我哋之間嘅關係反而迎嚟咗久違嘅輕鬆。因為距離產生咗美，佢哋唔再覺得返屋企係一種壓力。週末佢哋帶住孫仔返嚟探我哋，唔再係為咗應付差事，而係真正享受一家人樂也融融嘅時光。有時候佢哋甚至會主動同我傾起工作上嘅困惑，聽下我嘅睇法，因為佢哋知道我而家俾出嘅只係建議，而唔係命令。睇住仔女喺佢哋嘅生活入面摸爬滾打，將日子過得有聲有色，我嗰顆圓咗幾十年嘅心，終於安穩咁跌返落肚入面。人過60，最大嘅清醒就係學識得體咁退出仔女嘅生活核心。呢個唔係冷漠，
而係一場充滿智慧嘅放手，將人生嘅方向盤還俾兒女，俾佢哋去經歷佢哋應該經歷嘅風浪，將餘生嘅時間還俾自己，去過我哋應該過嘅日子，放低咗對兒女嘅過度操心。我嘅膊頭頓時輕咗一大半，呼吸都變得暢順咗。不過生活入面嘅包袱唔止呢一個。當我將目光由家庭轉向外界嗰陣，我發現仲有另一樣嘢，好似一張無形嘅網，曾經緊緊咁束縛住我嘅前半生。呢張網叫做攀比，而編織呢張網嘅材料係我哋大半世人都無法割捨嘅面子。我哋呢一代人似乎由一出世就被推上咗一個無休止嘅競技場。細個嗰陣，父母攞我哋嘅成績同隔離鄰舍啲細路比；大個咗，我哋自己攞人工、職位同同事比；結咗婚，比邊個嘅伴侶更有出息，邊個買嘅樓地段更好，邊個揸嘅車牌子更響。我哋嘅一生彷彿就係為咗一次又一次咁喺人哋羨慕嘅眼光中尋找自己存在嘅價值。我曾經天真咁以為，到咗60歲退咗休，唔使再為咗升職加薪喺職場上拼殺，呢場漫長嘅攀比遊戲總應該畫上句號啩。但係現實卻俾咗我狠狠一擊，攀比並冇消失，佢只係換咗一種更隱蔽，亦都更令人心累嘅形式。喺嗰啲看似樂也融融嘅茶敘上，話題不知不覺間總會走向一個心照不宣嘅戰場。老李啊，你每個月長俸攞幾多呀？哎呀，我個仔今年又升總監啦，死都要幫我換部新車。我話我都呢把年紀啦，揸咩豪車啊？我嗰個細孫先5歲，鋼琴已經過級啦。聽住呢啲說話，我原本平靜嘅心湖總會忍唔住泛起一絲波瀾。如果嗰排我屋企啱啱有啲唔如意，譬如仔女工作遇上樽頸，或者自己嘅退休金，邊又會嘥住咗有石頭咁難受。我有時甚至會情不自禁咁加入呢場虛榮嘅遊戲，刻意誇大自己生活入面嘅一啲小確幸，試圖喺言語上扳回一城，維護住嗰啲可笑嘅面子。但係每當聚會散去，我獨自一人行喺返屋企嘅路上嗰陣，迎接我嘅只有深深嘅空虛同疲憊。我開始反覆咀嚼一個問題：我哋爭咗一世嘅面子，到底係乜嘢？講穿咗，面子就係活喺人哋嘅眼光入面。我哋用盡全身力氣，甚至透支自己嘅健康同存款，去買嗰啲其實並唔需要嘅奢侈品，去付嗰啲毫無意義嘅應酬，去維持一個看似光鮮亮麗嘅人設，僅僅係為咗向嗰啲其實根本唔關心我哋嘅人證明我過得比你好。呢個係一件多麼荒謬又可悲嘅事啊！人到咗60歲，生命嘅元氣本來就開始收斂，我哋本來應該將呢啲寶貴嘅精力用嚟滋養自己嘅身心，但係無謂嘅攀比，心就好似一個漏斗，將我哋嘅精氣神源源不斷咁流向外界嘅虛無之中。為咗人哋多攞咗幾百蚊退休金而成晚失眠，為咗一個冇咩交情嘅老相識嘅炫耀而耿耿於懷，呢啲係用人哋嘅曬命嚟懲罰自己，係喺度幫自己嘅靈魂套上最沉重嘅枷鎖。真正令我徹底睇破呢場名利幻影嘅，係我一位舊同事老張嘅遭遇。老張曾經係我哋圈子入面最風光嘅人。佢下海做生意早，賺咗唔少錢，平時聚會總係爭住埋單，追住一身名牌，揸住100萬級別嘅豪車，言語間總係透住一股居高臨下嘅優越感。老實講，以前我哋心入面多少都有啲妒忌佢，但係就喺佢61歲嗰年，一場突如其來嘅腦中風將佢徹底擊倒。
當我去醫院探佢嗰陣，我幾乎認唔出病床上嗰個人。曾經意氣風發、口若懸河嘅老張，此刻面色灰暗，身上插滿喉管，連一句完整嘅說話都講唔出。佢架豪車停喺醫院嘅地下停車場度食塵，佢間大別墅空空蕩蕩，企喺充滿消毒藥水氣味嘅病房入面。我望住佢無助嘅眼神，內心受到咗極大嘅震撼。嗰一刻，我醍醐灌頂，喺疾病同衰老面前，所有嘅攀比都係不堪一擊嘅笑話。病床先至係呢個世界上最貴嘅床，健康先至係人生唯一嘅真正嘅奢侈品。我哋常講健康係一，財富、地位、名譽、面子都係後面嘅零。年輕嗰陣，我哋搏命咁去追求嗰啲零，總係覺得越多越好。但到咗60歲，如果冇咗前面嗰個一，後面跟住再多嘅零，都終究係一場空。別人擁有金山銀山，嗰啲係別人嘅因果。我哋只要能夠食得落飯、瞓得着覺、行得喐路，呢個就係我哋自己最大嘅福報。由嗰時開始，我開始學住一點一滴咁卸低身上嘅偽裝，除低嗰層名叫虛榮嘅外衣。我唔再去參加嗰啲只會互相攀比嘅無效社交。面對別人嘅炫耀，我學識咗真誠咁微笑着講一句：真係好呀，恭喜你呀！我係打從心底裏祝福佢哋，但佢哋嘅光鮮唔再能夠刺痛我，因為我嘅內心已經唔再匱乏，我唔再追求嗰啲昂貴嘅品牌同物質嘅堆砌。我發現幾十蚊一件嘅純棉 T 恤，遠比嗰啲不挺但勒人嘅名牌西裝要舒服得多。屋企老伴煲嘅一鍋小米粥，配上一碟自己醃製嘅蘿蔔乾，食落肚之後，嗰種胃入面嘅香貼同溫暖，係任何星級酒店嘅山珍海味都比唔上嘅。生活本來就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粗茶淡飯，布衣暖身。只要心入面冇咗攀比嘅火苗喺度燒，日子就會好似山間嘅清泉咁，雖然平淡，卻清冽甘甜。放低咗無謂嘅攀比心同面子，我唔再係舞台上嗰個為咗討好觀眾而化住濃妝嘅戲子，我終於做反素面朝天嘅自己。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自由，嗰種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啲乜嘅自由。解決咗眼前嘅虛榮，退出咗攀比嘅泥沼，我嘅生活表面上看來平靜咗落嚟，但人到咗60歲，睡眠往往變得越來越淺。喺嗰啲夜深人靜、凌晨3、4點鐘忽然醒咗，望住天花板再都瞓唔着嘅時刻，我發現自己嘅內心深處其實仲隱藏住一片暗流湧動嘅陰影。呢片陰影就係過往幾十年歲月入面積聚落嚟嘅恩怨同爛事。人生在世幾十年嘅光陰入面，邊個會未受過幾次委屈，未遇過幾個辜負自己嘅人呢？喺嗰啲失眠嘅夜晚入面，往事總會好似播電影咁喺腦海中不受控制咁回放。我諗起20幾年前喺公司入面同我稱兄道弟，最後卻喺關鍵嘅升職時刻，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喺背後狠狠捅咗我一刀嘅同事。我諗起喺我生活最拮據嘅時候，咬緊牙關借錢俾佢應急，結果佢唔單止賴賬唔還，甚至後來飛黃騰達時仲反咬一口，對我冷嘲熱諷嘅親戚。我諗起年輕時因為別人嘅不公同偏見而錯失嘅嗰啲本來屬於我嘅機會，呢啲事雖然已經過咗10年、20年，甚至肇事者一早已經退出咗我嘅生活圈子，但每當諗起，我依然會感到一陣熱血上湧。我會喺黑暗中捏緊拳頭，心跳加速，呼吸變得急促，彷彿述一巨大嘅圓花，壓唔壓弓箭。我會喺心入面
一片又一片咁同佢哋爭吵，喺幻想中為自己討回公道。我曾經以為我係一個記性好好、恩怨分明嘅人，但而家我先明白，我其實係孭住一包發臭嘅垃圾，行咗大半世人，將呢啲爛人爛事留喺心入面，就好似將一條條帶毒嘅刺深深咁拮喺自己嘅血肉度。外人睇唔見傷口，但只要一掂或者落雨天，嗰種鑽心嘅痛楚就會如影隨形。直到有一次，因為長期嘅胸悶同失眠，我去睇咗一位德高望重嘅老中醫。老先生一搭我條脈，眉頭微皺，講到你嘅脈象好弦，就好似繃緊嘅琴弦咁。中醫講肝主疏泄，你呢個係典型嘅肝氣鬱結，心入面係咪裝咗太多激氣嘅事，一直冇發散出嚟？老中醫嘅說話猶如當頭棒喝，佢接住話俾我聽，一個中醫入面最基礎卻又最深刻嘅道理：百病生於氣，氣滯則血瘀，血瘀則生百病。我先至恍然大悟，原來我自以為嘅恩怨分明，實際上係喺度進行一場漫長而愚蠢嘅自我殘害。每一次嘅回憶，每一次嘅憤怒，每一次嘅唔甘心，都係喺度消耗緊我生命中最寶貴嘅元氣。嗰啲傷害過我嘅人，佢哋而家可能正瞓得好甜，可能一早已經將我忘記到一乾二淨，甚至可能已經唔喺人世。而我竟然仲用緊佢哋當年犯下嘅錯誤，喺幾十年後嘅今日，繼續殘忍咁懲罰緊我自己。呢個世界上仲有比呢個更蝕本嘅生意咩？唔單止係身體上嘅消耗，由中國傳統嘅哲學同氣運嚟睇，一個人嘅心境就係佢自身最大嘅風水。當我哋嘅心入面充滿咗怨恨、妒忌同唔甘心嗰陣，我哋整個人嘅能量場就係混濁嘅、負面嘅。呢種負能量就好似一片烏雲，唔單止會遮蔽我哋感受當下幸福嘅能力，仲會將生活入面嘅好運同貴氣都排斥喺外。一個滿腹牢騷、戾氣深重嘅老人家，係無法擁有一個祥和、福杯滿溢嘅晚年嘅。於是我同自己講，過咗60歲，我必須要學識第三種，放低對過往恩怨嘅執念，原諒嗰啲傷害過我嘅人同埋事。呢個唔係一句輕飄飄嘅心靈雞湯，而係一場艱難嘅心理重建。一開始，每當嗰啲怨恨嘅念頭再次浮現，我會有一種強烈嘅抗拒感。憑乜嘢原諒佢？佢當初咁衰，但我慢慢學識咗轉換視角。我對自己講，我選擇原諒，絕唔係因為佢哋當年嘅所作所為值得被原諒，亦唔係為咗俾佢哋一個開脫嘅理由。我選擇原諒，僅僅係為咗放過我自己。我需要清空心靈嘅垃圾桶，先至可以騰出地方嚟栽種餘生嘅繁花。我開始刻意練習清空嘅過程。當往事再次擾亂心神嗰陣，我唔再順住憤怒嘅藤蔓往下爬，而係深吸一口氣，喺心入面默默咁對嗰個曾經傷害過我嘅人講：我哋之間嘅賬到此為止啦。我唔欠你，你亦唔好再嚟糾纏我。我將你從我嘅生命入面徹底刪除咗，然後我會想象自己將嗰包孭咗幾十年嘅發臭嘅垃圾狠狠咁掟入深淵，睇住佢徹底消失。呢個過程反覆咗無數次，慢慢地我發現自己諗起嗰啲爛人爛事嗰陣，心跳唔再加速，心口唔再發悶啦。嗰啲曾經令我咬牙切齒嘅面孔，喺我嘅記憶入面變得越來越模糊，最終變成咗一陣無關痛癢嘅風。當我終於從心底裏將呢啲恩怨隨風吹散嗰陣，我體會到一種難以言喻嘅通透同輕盈。冇咗怨氣嘅淤積，
我嘅睡眠質素奇蹟般咁好轉咗，嗰種困擾我好耐嘅胸悶亦煙消雲散。我感覺自己嘅心境就好似雨後初晴嘅天空，明亮澄澈，再都冇一絲陰霾。我睇待周圍事物嘅眼光亦變得柔和起嚟。我能夠感受到清晨雀仔叫嘅悅耳，能夠體會到一碗熱湯嘅溫暖。放低人哋嘅錯，解脫嘅係自己嘅心。人生已經進入咗下半場，時間咁寶貴，我點可以容許嗰啲唔相干嘅爛人爛事再嚟佔用我哪怕1秒鐘嘅快樂？放低咗對仔女嘅過度干預，退出咗無意義嘅攀比，又清空咗心入面嘅恩怨。我嘅靈魂彷彿卸下咗千斤重擔，前所未有咁輕盈。不過就喺我以為自己已經掌握咗晚年幸福嘅全部密碼嗰陣，生活卻猝不及防咁俾咗我最痛嘅一堂課。呢堂課打破咗我心底最後一層倔強，嗰就係唔認老。我哋呢代人係捱過苦、受過累，憑住一股人定勝天嘅拼勁，硬生生頂過嚟嘅。喺我哋嘅潛意識入面，老呢個字似乎總係同無能、衰弱、被淘汰畫上等號。因此，當60歲嘅門檻真正橫喺面前嗰陣，我嘅第一反應唔係坦然接受，而係本能咁抗拒。嗰陣時，只要有人讚我一句，哎呀，靈睇落真係後生，一點都唔似60歲嘅人，話50都有人信，我心入面就會好似飲咗蜜糖咁甜，甚至會為此沾沾自喜好耐。為咗維持呢種唔老嘅假象，我開始喺生活嘅各個方面暗暗同自己較勁。我拒絕用長者卡，拒絕喺巴士上坐人哋讓出嚟嘅關愛座，同後生仔一齊行山。我硬撐住行喺最前面，哪怕已經喘晒氣，雙腳打冷震，都絕不肯停低唞啖氣。喺屋企換燈膽、搬米搬麵、搬動笨重嘅實木家私，我依然好似30幾歲嗰陣咁大包大攬。每當仔女講老豆你唔好喐，等我嚟啦嗰陣，我總係唔耐煩咁揮揮手，去，我仲未老到嗰個地步。呢啲重量算得係咩？我以為只要我表現得足夠強壯，衰老就追唔上我。我以為呢啲叫做老當益壯，呢啲叫做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直到嗰年深秋嘅一個週末，嗰日屋企大掃除，我想將露台一盆巨大嘅發財樹搬去客廳角落。嗰盆樹加埋厚重嘅陶瓷花盆，足足有幾10斤重。老伴勸我等個仔週末返嚟先搬，我唔聽，硬係要自己逞強。我雙手扣住花盆邊緣，深吸一口氣，猛咁一發力，就喺嗰一瞬間，我冇感覺到往日嘅力氣由腰部傳導上嚟，取而代之嘅係一陣猶如觸電般撕裂嘅劇痛，由腰椎直衝腦門。我眼前一黑，瞬間跌坐喺地上，冷汗唰一聲就飆咗出嚟。嗰次逞強，代價係慘痛嘅，急性腰椎間盤突出。我喺床上足足瞓咗半個月，嗰半個月入面，我連翻個身都需要老伴幫手，食喝拉撒都喺嗰張細細嘅床上解決。曾經自詡強壯無所不能嘅我，突然變成咗一個徹底嘅弱者。每當夜晚腰痛到瞓唔着覺嗰陣，我望住天花板，心入面充滿咗沮喪、懊惱，甚至有一種深深嘅屈辱感。亦就係喺嗰段被迫臥床、絕對安靜嘅日子裏，我開始真正審視自己嘅身體，審視衰老呢個不可逆轉嘅自然命題。我猛然驚醒，我所謂嘅唔認老，其實係一種極其無知嘅傲慢。古人講究道法自然，呢個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其不可違背嘅發展規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我哋人嘅一生亦正如呢4季更迭。
20-30歲係春天，生機勃勃，枝繁葉茂，嗰係我哋用力生長、向外擴張嘅季節。40-50歲係夏天，烈日炎炎，我哋為咗事業同家庭揮灑汗水，將生命嘅能量燃燒到極致。而到咗60歲，我哋嘅人生便正式步入咗秋天。秋天係乜嘢？秋天係落葉歸根，係能量內斂，係收同藏。如果喺秋天，你仲係要逼住一棵樹去開出春天嘅繁花，去維持夏天嘅翠綠，嗰啲唔係勇敢，嗰啲係逆天道而行，最終只會加速呢棵樹嘅枯萎。我呢部名叫身體嘅機器，已經日夜不休咁高負荷運轉咗60年。佢嘅零件已經磨損，佢嘅引擎已經不再澎湃。我點可以要求一部60年嘅老爺車去同啱啱出廠嘅新車喺高速公路上飆車呢？認老絕唔係認輸，更加唔係懦弱，而係一種順應天道嘅大智慧，係一種對自身生命嘅敬畏同慈悲。諗通咗呢一層，我嘅心境徹底豁然開朗。腰傷痊癒之後，我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向我嘅身體鄭重咁道咗個歉，並且徹底改變咗我嘅生活方式，為自己建立起一套專屬嘅慢生活節奏。我唔再追求嗰啲劇烈嘅透支體力嘅運動，我放棄咗每日朝早嘅長跑，改為喺公園度悠閒咁散步，或者跟住舒緩嘅音樂打一套太極拳，練下8段咁。我唔再去計較每日行咗幾多步，有冇出汗，我只專注於感受每一次呼吸嘅綿長，感受氣血喺體內緩緩流動嘅溫暖。喺飲食上，我亦學識咗向腸胃妥協。年輕時無肉不歡，大魚大肉，仲鍾意飲冰鎮啤酒。而家我偏愛溫熱、軟糯、易消化嘅食物。一碗煲到開花嘅溫熱小米粥，一碟清炒嘅時令蔬菜，唔再追求口腹之欲嘅刺激，而係以養胃氣為先。更重要嘅係喺心理上，我學識咗示弱。遇到拎唔喐嘅寵物，我會心安理得咁打電話叫個仔返嚟幫手。出去旅行，我唔再追求一日打卡8個景點嘅特種兵行程，而係願意坐喺湖邊嘅長椅上發足一個晏晝嘅呆。當感覺到疲憊嗰陣，我會毫不猶豫咁放低手頭嘅一切去瞓個晏覺。我唔再需要用強壯嚟向任何人證明我嘅價值。我承認我嘅視力有啲模糊啦，我承認我嘅記憶力不如從前啦，我承認我行唔到太長嘅路啦。當我坦然咁將呢啲說話講出口嗰陣，我並冇感到羞恥，反而感到咗一種如釋重負嘅輕鬆。我終於明白，真正嘅養生唔係食幾多名貴嘅保健品，亦唔係去醫院做幾昂貴嘅物理治療，而係4個字：順應天時。老天爺俾我哋喺呢個年紀慢落嚟，就係為咗俾我哋有時間去欣賞沿途嗰啲曾經錯過嘅風景。當我徹底放低咗唔認老嘅執念，唔再同歲月拔河，唔再同自己嘅身體對抗嗰陣，我發現60歲之後嘅身體反而進入咗一種微妙嘅平衡同舒適之中。當嗰4個最沉重嘅包袱，對仔女嘅越界操心、無謂嘅攀比虛榮、過往嘅恩怨糾葛，以及唔認老嘅執念，都被我一一從生命之舟上卸低嗰陣，我嘅生活突然發生咗一種奇妙嘅變化。佢變得前所未有咁安靜，而且寬敞。呢種安靜喺一開始甚至令我有啲無所適從。幾十年嚟，我已經習慣咗一擘大眼就被各種瑣事推住行，習慣咗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習慣咗腦入面好似有一部關唔掉嘅收音機，嘈吵咁播放住各種焦慮同算計。如今呢部收音機突
然斷咗電，大把嘅時間好似潮水咁湧向我。望住呢大片空出嚟嘅時間同精力，我深刻咁體會到一個詞嘅重量，嗰就係留白。喺中國傳統嘅水墨畫入面，最高級嘅技法往往唔係將畫紙填滿，而係恰到好處嘅留白。嗰片空白可以係浩渺嘅煙波，可以係無垠嘅蒼穹。佢俾咗觀賞者無限嘅想像空間，亦令成幅畫有咗呼吸嘅餘地。人生又何嘗唔係一幅畫呢？前半生我哋用濃墨重彩，將畫布塗得滿滿當當，生怕錯過任何一抹色彩。而到咗60歲以後，生命嘅高級感恰恰就來自於呢份留白。放低嘅過程就係喺度為我哋嘅心靈騰出空間。只有當嗰啲世俗嘅、嘈吵嘅、負面嘅嘢被清理出去，真正嘅自我先至有機會喺呢個寬敞嘅空間入面甦醒過嚟。咁喺呢啲留白嘅時間入面，我應該點樣去填補，先唔會令佢變成另一種空虛呢？我嘅答案係去發展嗰啲純粹嘅毫無功利心嘅熱愛。年輕嘅時候，我哋做咩事都講究一個有用。讀書係為咗考試，交友係為咗人脈，甚至連培養個興趣愛好都總係諗住能唔能夠喺年會上露一手，或者能唔能夠變現。嗰種帶有強烈目的性嘅生活，雖然有效率，卻失去咗純粹嘅樂趣。而家我徹底拋棄咗有用呢兩個字，我開始執返起嗰啲曾經因為冇時間冇精力而被無情擱置嘅喜好。我開始喺露台種花，我唔再買嗰啲名貴嬌氣嘅花草嚟彰顯品味，而係種啲易打理嘅綠植同草本花卉。每日清晨，我會花大半個鐘頭幫佢哋淋水、剪枝、抹乾淨塊葉，睇住一粒種子慢慢破土而出。睇住一個花苞喺晨露中悄悄綻放，嗰種生命最原始嘅律動，總能令我嘅內心湧起一陣難以言喻嘅喜悅同寧靜。我開始學住品茶，以前飲茶總係喺一把茶葉掟落大水杯度，為咗提神解渴，牛飲而盡。而家我會靜下心嚟，煲一壺滾水，溫杯、洗茶、沖泡。睇住原本乾癟嘅茶葉喺沸水嘅擁抱下慢慢舒展，聞住隨住熱氣人雜而升嘅茶香，細啖飲一啖，感受苦澀過後嗰一抹回甘。品茶嘅過程其實就係品味人生嘅過程。我甚至開始鑽研起以前總係覺得深奧難懂嘅傳統學問，隨手翻閱幾篇易經嘅卦象，讀幾段老莊嘅哲學。我並非為咗成為咩大師，亦唔係為咗去幫人算命睇風水。我只係喺呢啲流傳咗千年嘅東方智慧中尋找一種心靈嘅共鳴。當我讀到亢龍有悔，物極必反，當我體會到上善若水，柔弱勝剛強嗰陣，我彷彿跨越咗時空，同古人進行緊一場深度嘅對話。嗰啲曾經令我困惑糾結嘅人士，喺呢啲宏大嘅宇宙觀同生命哲學面前，瞬間變得微不足道。呢啲事換唔來錢，亦帶唔來名，喺世俗嘅眼光入面毫無功利可言，但佢哋卻好似一股股清泉，無聲咁滋養住我曾經乾涸嘅靈魂。好多人到咗晚年，鍾意四處求神拜佛，或者使一大筆錢去請人佈置屋企嘅風水，希望可以保佑自己無病無災、福壽延年。但經歷咗呢大半生嘅起伏，又喺呢啲無用嘅熱愛中沉澱落嚟之後，我悟出咗一個道理：一個人最好嘅風水根本唔喺別處，就喺自己嘅心入面。中醫入面講，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呢句話嘅意思係，當一個人嘅心境保持恬靜淡泊，冇太多雜念同貪欲嗰陣，體內嘅真氣就會順暢運行。只要守住內心嘅精氣神，疾病又點會上門嚟呢？所謂心靈嘅好風水，其實就係一種穩定嘅情緒同豁達嘅心境。當我唔再為仔女嘅瑣事焦慮，我嘅心火就降落嚟啦。當我唔再同旁人攀比，我嘅肝氣就平順啦。當我原諒咗過往嘅恩怨，我嘅氣血就暢通啦。當我坦然接受咗衰老，我嘅腎氣就安穩啦。如今嘅我非常享受獨處嘅時光，獨處對我來講唔再係孤獨，而係一種極致嘅自我豐盈。我可以成日唔講幾句話，只係靜靜咁望住窗外嘅雲捲雲舒，聽住秋雨敲打窗花。我嘅內心唔再好似年輕時咁波瀾壯闊，而係變成咗一汪深不見底嘅湖水。微風吹過可能會有幾道漣漪，但湖底永遠係平靜深邃嘅。我終於喺60歲之後，為自己打造出咗一座心靈嘅後花園。呢度冇名利場嘅喧囂，冇人際關係嘅傾軋，只有清風明月，只有草木生香。經營好呢片心靈嘅風水，我已經做好咗準備，去迎接生命中最溫暖、最絢爛嘅嗰一抹夕陽。60歲真係生命中一道神奇嘅分水嶺。企喺呢度分水嶺上回望前半生嘅風風雨雨、跌宕起伏，仿佛都變成咗上個世紀嘅故事。我哋曾經為咗生活奮力拼搏，曾經為咗家庭傾盡所有，我哋將最好嘅青春同熱血都留咗喺嗰條名為歲月嘅長河入面。但而家係時候將目光收返嚟，好好睇下我哋自己啦。回顧呢段心理重生嘅旅程，我深深咁感慨，放低對仔女嘅過度操心，我哋收穫咗久違嘅親情鬆弛感；放低對名利同面子嘅攀比，我哋返咗返璞歸真嘅生活底色；放低過往嘅恩怨糾葛，我哋排除咗鬱結喺心底多年嘅毒素，放低唔認老嘅執念，我哋終於學識咗順應天道，同自己嘅身體溫柔和解。呢4樣嘢就好似4條無形嘅鎖鏈，曾經緊緊咁捆綁住我哋嘅身心。而當我哋狠下決心，將佢哋一一斬斷，徹底放低，嗰一刻，我哋失去嘅只係枷鎖，贏得嘅卻係整個餘生嘅自由。好多人怕老，覺得老咗就意味住衰敗，意味住失去價值。但如今嘅我卻認為，60歲根本唔係生命嘅下坡路，而係我哋真正為自己而活嘅偉大開端。放低嘅過程，看似係喺度做減法，實質上卻係一場徹頭徹尾嘅重生。我哋唔再係邊個嘅附屬品，唔再係社會機器上疲於奔命嘅齒輪。我哋終於有資格，亦有時間去做一個純粹嘅、快樂嘅、通透嘅自己。所以，熒幕前嘅老友記，如果您都同我一樣，已經跨過咗60歲嘅門檻，或者正步入老年嘅路上，我想真誠咁同您講一句，唔好再難為自己啦。人生苦短，我哋已經辛苦咗大半世人，剩低嘅日子每一日都無比珍貴。將嗰啲唔屬於我哋呢個年紀嘅擔子卸落嚟啦，將嗰啲爛人爛事從心入面清空啦，將緊鎖嘅眉頭舒展開嚟，將心胸徹底打開，輕裝上陣，先至可以行得更遠更穩。人生嘅下半場，拼嘅唔再係財富、地位同權力，拼嘅係邊個嘅心態更好，邊個嘅身體更棒，邊個能夠將啲平淡嘅日子產出甘甜嘅滋味。願我哋每一位步入晚年嘅朋友，都能夠喺呢個人生最成熟、最通透嘅季節入面，無病無災，心無實礙。
願我哋嘅餘生都能夠過得好似秋水一般澄澈明淨，好似夕陽一般溫暖從容且絢爛。